另外，印度、巴基斯坦甲阿富汗最近是攏咧落大雨、做大水，佮發生嚴重的土石流，已經造成幾十個人死亡，也佮有上百個人是下落不明。專家也表示講，雖然親像阿富汗、巴基斯坦這個國家碳排放量攏較低，不過卻也同款面臨着氣候變遷的威脅，是上脆弱的受害者。放眼看去，規條街路變做大海，民眾駛鐵牛仔牽淨水撩水過，坐救難隊的樹林船。印度東北部連續落大雨，造成阿薩姆邦、查謨、克什米爾等地區嚴重咧做大水。因為附近的雨量太濟，溪水是規漲起來，引起爆乾，包括人家厝甲在地廟寺攏去淹掉，造成嚴重的傷亡甲災情。असम में बाढ़ परिस्थिति काफी गंभीर है। अभी तक 40 लोगों का देहांत हुआ है, लेकिन हमारे आकलन का अनुसार अभी भी 70 से 80 लोग लापता है। 阿富汗東北部努里斯坦省同款咧做大水，動員機具無用咧清土埋，還有4個崩倒的厝口，因為當地錯樹林錯甲修超過，土馬食水量下降，比那一個落大雨就引起大範圍的崩山。當地10幾間旅社受到損害，900位居民到達下落不明。دا چې 13 ورځ په دغه پارون ښار باندې دغه یو سیلاب راغی او دغه سیلاب له امله تقریبا تر 9 پورې هوټلونه او همداشانه نور ډېر زیات زیان یې اړولی چې تاسې خپله ګورئ. د دغې زیان له امله تقریبا تر 100 زیات هیوادوال چې دي هغه تلف شوي دي。巴基斯坦西北部也變作是重災區，救援人員閣出動吊車，才會當甲浸佇水底車輛救出來。專家指出，阿富汗甲巴基斯坦兩國雖然對全世界碳排放影響真細，但如今卻變作是氣候變遷之下上界脆弱的受害者。面對愈來愈常發生的大水、酷旱、天災地變，要安怎加強防災韌性，得到國際援助，已經成做是南亞國家重要議題。公視新聞鄭偉仁、曾建功編譯。